嗨，大家好，我是探评叔，今天是2025年10月19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34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40天。在波克罗夫斯克前线昨天乌军海军陆战队发起突袭，成功收复斯托罗热沃村，这是3天内乌军光复的第3个定居。此前在布拉霍达特内和涅斯库齐涅2村已被乌军控制。前线视频显示士兵在弹痕累累的建筑上悬挂国旗，民众隔着废墟挥手致意。在赫尔松前线昨天乌军出动了空军米格29战斗机再次轰炸孔卡河的桥梁。克里米亚前线昨天这个费奥多西亚的这个油库大火继续在燃烧11个油罐全部在起火。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谢尔斯基表示乌军继续在扎波罗热、苏梅和顿涅茨克地区展开积极的攻势，在夺回失地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乌总参谋部对此进行了通报。谢尔斯基指出乌克兰军队成功遏制了俄军的进攻，给其造成重大损失，并阻止其进一步推进。他强调尽管前线局势依然艰难，但敌方已失去战略主动权。据其透露，自今年年初以来，已有2060名俄军被俘，仅在9月份，俄军就损失约2.9万人，同时大量装备被摧毁，包括坦克和火炮系统。这表明乌军行动高效，能够有效破坏敌方计划。未来的战斗行动将集中在消灭俄军残余力量和恢复对被占领领土的控制上，继续发动和积极攻势，反击敌方突破乌克兰的防线的企图，仍将是乌军近期的主要任务。此前，谢尔斯基曾指出在多布罗皮利亚反攻行动中，乌克兰解放了181平方公里的领土。在这个萨拉托夫州方向，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昨天距离莫斯科数百公里外的萨拉托夫遭到乌军的大规模空袭，首当其冲的就是恩格斯空军基地附近。从当地时间10月16日凌晨3点开始，基地周围就传来了多起剧烈的爆炸声，俄军的防空系统被迫多次启动，但效果不大。紧接着，萨拉托夫一个能源基地上的上空闪烁出火光，目击者还表示看到了浓烟的升起，也就是乌军在萨拉托夫继续空袭打击这个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军方成功袭击了连接乌拉尔与俄罗斯中部电网的关键节点，叫维什卡马5000伏变电站。莫斯科州当晚亦报告发生爆炸，夏诺夫格罗德、奔萨、萨马拉、坦波夫、索契、卡卢加、乌里扬诺夫斯克以及乌法等地机场暂停航班起降。一段录像记录了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叫斯基尔利马克市叫阿旺加尔德炸药与弹药厂发生爆炸的瞬间，新建的消化棉生产车间遭袭。当地报道证实事件造成至少2人死亡，爆炸原因目前尚未明确。实际上就是乌军对这个阿旺加尔德炸药与弹药厂发动的突袭行动。当然了，俄罗斯方面一定是不承认的。俄罗斯方面认为这个叫斯杰尔利塔马克市先锋工厂发生的爆炸行动原因可能是车间安全问题疏忽大意，也就是烟头惹的祸。怎么那么巧呢？这是目前俄乌双方互相在前线的一个情况，以及互相轰炸的一个。目前看谁也没有把谁给击溃，双方还是在进行这个残酷的消耗战。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这个奥地利表明说将同意欧盟针对俄罗斯最新制裁方案，为下周的表决清除了关键障碍。路透社报道说欧盟外交部长们计划于下周一，也就是10月20号在卢森堡举行会议，届时他们希望敲定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提出的第19轮制裁措施。奥地利外交部星期六就18号发布声明说奥地利支持继续对俄罗斯施压，并将于星期一批准第19轮制裁方案。根据先前报道，原本要通过这个最新制裁方案面临的阻碍，因为奥地利要求欧盟解冻部分资产，以补偿奥地利叫莱夫艾森国际银行因俄方施加的处罚而遭受的损失。实际上就是
就是欧盟各国啊都冻结了俄罗斯的资产，那么俄罗斯也叫反击啊，但俄罗斯手上能有的这个财产，能冻结的财产，它也不均衡。你比如说啊，我只是举例子啊，就俄罗斯对吧，冻结了这个奥地利啊，只有10亿美金，但是这个比如说德国冻结了俄罗斯对吧，500亿，但是俄罗斯有没有冻结，他手上也没有没有德国的财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这德国就放心大胆制裁俄罗斯，但是这个奥地利他就不愿意了，因为奥地利我冻结俄罗斯的资产不多，完了之后他还冻结了我的，双方互相来，我冻结的财产还要援助给乌克兰，那我被俄罗斯冻结的财产，那被俄罗斯就没收了，那这个奥地利他就觉得亏啊，也就是说啊，这个时候很多国家那肯定要算小账，所以他就觉得啊，那你要让我把冻结的俄罗斯财产拿来援助的话，那你欧盟就补贴我，对吧？我俄罗斯啊被俄罗斯没收了财产，那这财产大家能不能帮我分担一行啊？大家都在自己各打各的算盘啊，这个是实际情况，对吧？因为各个国家在俄罗斯那个被冻结的财产不一样，多寡不一样。根据先前报道，原本要通过这个最新制裁方案面临障碍，因为奥地利要求欧盟解冻部分资产，对吧？不过其他欧盟国家不同意这项要求，制裁方案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通过，那其他的国家就不愿意了，对吧？那凭什么你这个被俄罗斯制裁了，没收了钱，我们要替你负担的？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比较复杂了。就新制裁方案将包括一系列能源和金融方面的制裁措施，例如从2027年1月1日起禁止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比原定的2028年1月1日提前了1年，也就是提前了1年跟俄罗斯脱钩。那么这个第19轮制裁啊，很快就要推出了，因为这个奥地利啊已经想明白了，同意了。星期五啊，10月17号，这个波兰法院呢驳回德国引渡申请，什么意思呢？简单点说啊，就是大家还记得那个北溪那个管道被炸了，最后这个目标啊就锁定在有几个乌克兰人或者叫乌克兰籍，那么其中啊就有一名49岁的叫乌克兰籍弗拉基米尔 Z， 他呢就因为他在波兰啊就被波兰给抓住了，那德国就要求波兰把这个人给引渡过，因为这个北溪管道主要是德国和俄罗斯的，德国就要引渡这个波兰的这个犯罪嫌疑人。9月30号，波兰警方根据德国签发的欧洲逮捕令逮捕了弗拉基米尔 Z。10月1号，华沙地区法院批准将他拘留7天。10月6号，也7天以后啊，华沙地区法院决定将他的拘留期限延长40天。那么波兰的总理图斯克说啊，7号说啊，他说起诉或引渡这名嫌疑人不符合波兰国家利益，波兰逮捕他是按照司法程序，但最终裁决将由波兰法院做出。什么意思呢？就是波兰就说了啊，这个人即便是炸毁北溪管道的这个凶手、犯罪嫌疑人，那波兰也不要引渡他，就把他交给德国，因为啊这个不符合波兰的国家利益。那什么意思？就是说起通俗一点啊，就是这个乌克兰人呢把那北溪2号管道给炸了，有利于波兰，符合波兰国家利益，所以说你德国想引渡他，对不起，波兰不引渡他，不把这个人交给你德国审判，那就是波兰保护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所谓的犯罪嫌疑人。也就是说啊，炸北溪2号管道炸得好。那这2天这个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啊，就是特朗普啊跟普京之间的通话，泽连斯基访问白宫。昨天咱们节目说了啊，就在这个泽连斯基啊宣布啊17号访问美国的时候，这个普京可以说是截胡，是应普京的要求跟特朗普通话。那么整个的这个泽连斯基啊访问美国，可以说吧，不管别的是什么说法，至少泽连斯基的这个整个的访问啊计划全部打乱。这个普京啊在这方面已经胜了一手，这个是实际情况啊。那么根据媒体报道啊，这个在白宫啊，泽连斯基啊见到了特朗普，那么和泽连斯基团队会晤。这个会晤过程中啊，这个特朗普啊很尴尬，为什么呢？对吧？因为本来在这会晤之前双方放风，对吧？来劲儿谈战斧导弹怎么给怎么配合，结果突然就改变了。这个特朗普很尴尬，所以他就一个劲的夸奖啊泽连斯基，说你这个衣服漂亮，很正式，环顾左右而言他。根据媒体报道说，这个特朗普在这个紧张的会议上告诉泽连斯基，他不打算提供远程战斧导弹，至少目前不会。这个媒体报道啊说，没有人大声喊叫，但特朗普很强硬。消息人士称啊，特朗普在会晤中发表了几次强硬声明，有时甚至有点情绪化。会议持续了2个半小时后突然结束。特朗普说啊，我想我们结束了，让我们看看下周会发生什么。特朗普在谈到美俄计划中
的会谈时说道，特朗普计划在未来2周内某个时候在布达佩斯与普京会面。特朗普强调，美国目前提出的外交解决方案是结束战争，前线保持冻结状态，这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提议。那么按照泽连斯基在与特朗普会晤之后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的说法他说两人进行了漫长而富有成果的会谈，讨论进行了2个半小时，重点讨论了防空系统、远程武器、停火安排及安全保障等议题。泽连斯基说他信任特朗普及美国，相信特朗普真心希望结束战争，并强调乌克兰不会在未停火前讨论领土让步。泽连斯基说特朗普向他分享了与俄罗斯方面的沟通情况，但泽连斯基指出，俄方仍在制造虚假的和平信号，乌方期待特朗普在即将与普京的布达佩斯会晤中对普京施压，促成真正停火。当被问及是否乐观时，泽连斯基回应，我很现实，我们必须先让战斗停止，再谈真正持久的和平。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的时候记者问泽连斯基说，特朗普总统是否向您保证美国会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泽连斯基说首先是的，我们需要战斧导弹，当我们谈论远程武器时，大家必须明白，我们在军事目标上使用了数以千计的乌克兰国产无人机。但是俄罗斯使用的不只是他们国产的无人机，坦白说，他既使用自己国产无人机，也使用他国生产的导弹以及朝鲜生产的远程导弹。但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实际上就是特朗普暂时拒绝提供战斧导弹。这里面我想说的是，特朗普他所谓的停火，他所谓的这个和平都是暂时的。现在我更多的就怀疑特朗普他确实是为了这个诺贝尔奖在努力，也就是他不是为了真正的和平在努力，他是为了个人目的，他要拿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当然这也许是我这个观点比较狭隘也就是他只要看到俄乌停火就行。他自己说了他要求他建议普京和泽连斯基就在双方目前实际控制线停火，只是说双方都胜利，这个是特朗普自己说的双方都宣布胜利，只是最后有没有胜利交给后代去解决，这意思，这不是自欺欺人吗？你这个对乌克兰一点都不公平因为毕竟现在俄罗斯是占着乌克兰的领土完了之后你说现在就停火，然后双方都各自宣布胜利交给后代去解决，那说白了就是特朗普他就是希望我让你停火就行了，我拿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剩下你们以后再说吧，以后哪管什么我死后洪水滔天。实际上从特朗普这9个月以来做的这些事情也可能看出，也不能怪很多人说特朗普就是普京的马仔，他对普京有一种很难说得清楚的那种感觉情愫在里。我们就说上一次吧，这个闹得最凶的要对俄罗斯实行2级制裁，结果现在不了了之，为什么？实际上他2级制裁目的就是逼普京和谈，这个普京就最后答应了，对吧？去了阿拉斯加跟特朗普一会面，啥也没谈成，时间全耽误了，而且让特朗普感觉到了，对吧？这个普京不是他想象那么简单，普京给特朗普上历史课来了。那么后来就借着这个泽连斯基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又开始放风，对吧？给泽连斯基给乌克兰战斧导弹，故伎重演。那么现在看就是故伎重演，他说给战斧导弹，实际上就是逼普京出来虚虚实实，对吧？给一会儿又不给，又给，直到你看普京最后一刻，在泽连斯基到美国去见特朗普之前，前一天普京突然主动打电话，结果让这个特朗普那是兴奋的手舞足蹈，彻夜难眠，马上把泽连斯基搁一边了。本来是让泽连斯基来谈这个战斧导弹，实际上这个就是特朗普一贯做法，他就是拿这个来逼或者叫引诱普京来和谈。但是普京每一次假装都是被逼无奈，实际上都是耍这个特朗普，一次又一次的。有记者就问特朗普了，他说你难道不用担心这个普京又是缓兵之计吗？又是拖延时间吗？这特朗普怎么说不怕，我们现在还拖得起，大概这意思你说就是这种人。然后现在回头又逼泽连斯基逼乌克兰领土换和平，就是你现在就在实际控制线上停火，不管你乌克兰怎么要求，只要你俄罗斯和乌克兰你俩一停火，特朗普目的就达到了。至于你们之后怎么干，那是你们的事情。总之你们停火了，那我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就到手了这就是特朗普的，就是目前给我的感觉他就是这种心态
败。所以说这次诺贝尔和平奖没有给特朗普，那简直就说明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啊，就是诺贝尔这个奖项非常严谨，经得起推敲，对得起历史，这就不应该给特朗普。一个冲着诺贝尔奖和平奖去的人，怎么能发给他呢？就他的目的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不是真的是解决问题啊，说什么让俄乌停火，真正实现公正，对吧？这个停火，他是奔着诺贝尔奖去的。所以战斧导弹又成了特朗普去逼迫或者去引诱普京谈判的，走上谈判桌的筹码。所以一旦普京答应啊，说我2周之后咱们谈判，那这个战斧导弹就像那个前面的这个对俄罗斯的2次制裁一样，烟消云散没了。这个泽连斯基啊一再说请把这个战斧导弹提供给乌克兰。这个我在昨天节目就说了，特朗普真正的聪明的做法，有智慧的做法，那就是先提供10枚战斧导弹给乌克兰，也就是先提供一个最低基数的战斧导弹，也就是我也给了，但是又不能彻底把你，对吧，改变战局，实际上就是在跟普京的博弈中占据主动啊，不要那么被动。现在特朗普就完全是被动的被普京牵着鼻子走。我也不知道这些化妆粉这个时候还能怎么洗涤，怎么解释。现在要求乌克兰投降了，真正的要逼普京谈判的话，就把战斧导弹给乌克兰，只是给一部分。当然了，目前我们也不能说特朗普就不给战斧导弹了，你不能这么说2周以后谈崩了，说不定，对吧？他要给乌克兰战斧导弹了，那这就是特朗普这种。那么特朗普做出这些丑态之后欧洲什么反应呢？实际上欧洲人现在已经明白了但是甚至包括泽连斯基这一次为什么没有像第一次到白宫翻脸？那因为泽连斯基现在已经成熟了，压着怒火没有跟那个特朗普翻脸。欧洲也一样，不方便跟特朗普翻脸，但是他们说的话，对吧，已经这个很清楚你比如说最主要的就是德国总理默尔茨怎么表态呢？德国总理默尔茨他表示他在与特朗普会谈后，他与乌克兰总统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默尔茨说泽连斯基这次访问并没有出现他所希望的那项结果。我想我可以在这里这么说，这使得欧洲的支持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只有乌克兰保持军事实力，战争才能结束。他表示他将继续努力在财政、政治、军事上支持乌克兰。他着重强调投降对乌克兰来说不是一个选项，并警告说如果乌克兰投降，俄罗斯接下来将攻击另一个欧洲国家。梅尔斯这话说的已经非常重了也就是他不方便戳破当面打脸这个特朗普而已。也就是你特朗普无论搞啥，你搞你的，总之我们是支持乌克兰到底，乌克兰不能投降。乌克兰一旦投降，那下一个就是波兰、波罗的海3国。这个波兰的总理图斯克那说的就更直白了他说在泽连斯基总统与白宫和欧洲领导人会谈之后，有一件事情变得非常清楚，也就是这个泽连斯基在白宫跟特朗普谈完之后然后又跟欧洲领导人不是打了一通电话吗？这个波兰总理图斯克就说了，这个让有一件事情变得非常清晰，就是欧洲乌克兰团结起来抵抗俄的侵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你这话说的都委婉，都有艺术性，意思就是泽连斯基和特朗普的这个会谈是失败的，那欧洲这个时候要团结支持乌克兰是最重要的。也就是如果说欧洲再不支持乌克兰，特朗普那个态度，那你乌克兰就完了。乌克兰一完，那欧洲下一个又是谁呢？下一个就是波兰。所以这个人家把话说的很委婉就是说你这个特朗普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不能指望了，咱们欧洲还得继续团结支持乌克兰。这个大家也能想象得到泽连斯基跟特朗普谈完之后，马上，对吧，就要跟欧洲各个主要国家领导人打电话，要沟通，对吧，要通气大家要统一思想。所以这个泽连斯基与欧洲各国领导人以及国际组织负责人进行通话，包括英国首相斯塔默、德国总理默尔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波兰总理斯图克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北约秘书长吕特。泽连斯基向各方通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细节。泽连斯基介绍说我们就多项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当前首要任务是最大限度保护平民生命安全，确保乌克兰的国防安全，并强化欧洲整体防御体，这是我们持续努力的方向。我们的安全顾问们将继续商量具体行动方案，我们正在协调统一立场。衷心感谢各方展现出团结精神，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以及富有建设性的对话。泽连斯基说的那么这个斯塔默表态英国首相说我确认我们在俄罗斯侵略背景
景下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英国将继续提供人道援助和军事支持。我们必须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这个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说他说我们的共同目标仍是为乌克兰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为此需要军事、财政和外交支持以及安全保障。我们将继续与合作伙伴紧密合作，实现这一目标。这个芬兰总统斯图布说我们坚定支持乌克兰，这包括军事和财政援助、安全保障、停火和和平进程。工作仍在进行中，没有人比乌克兰更希望这场战争结束。我看网上还有传言但是我没找到这个新闻的出处说这个德国要求匈牙利在普京出席布达佩斯与美国峰会时逮捕普京。但是我没找到这个新闻的出处，但是我想这个逮捕普京可能性比较低，毕竟有美国参与对吧？而且匈牙利又是亲俄的，普京真的比特朗普的智商要高得多。这个化妆粉呢也不要不服气我是黑这个普京的，但是我也认为普京比特朗普的智商要高，外交手段呢高的多的不是一个级别中间差不多是隔着1-2个穆里吧，2个印度好吗？就是普京他的外交智慧跟特朗普之间隔着东印度和印度，这你不服是不行人家把这个会谈的地点选在匈牙利，就问你服不服？匈牙利又是欧盟对吧？又是北约，又是你们的核心心脏对吧？我就选择在那儿，然后就是要告诉你们欧盟北约你们也不团结，你们就是一盘散沙，你还斗啥呀？投降不就这意思吗？对吧？你看你们就是欧盟又能怎么着？我照样过来，照样有小弟，照样有这个特朗普在我面前点头哈腰，他无非就做这个样子，让你们欧盟让北约看一看你们这些二货，你们不就是一盘散沙吗？你看看这个普京真的是外交手段真的是高对吧？你老说人家这样不敢去那儿不敢去，我第一个去的就是美国阿拉斯加，第二个去的就是北约，就是欧盟，怎么着你们能怎么着？所以说把特朗普耍得团团转。关键特朗普现在做的这一切，人家俄罗斯人并没有感谢他呀。你看那梅德韦杰夫说特朗普不说了吗？双方在战线那儿冻结，完了之后各自宣布胜利，交给历史去吧。结果这个梅德韦杰夫说他说这种说法只在纸面上听起来美好，这种双重胜利的表述在世界外交史上并非首次出现，通常是冲突双方试图在无需一方直接投降的情况下结束战争时采用的方式。此类方案能让双方保住颜面，并宣称自身达成了既定目标，但在梅德韦杰夫看来，这一模式在俄乌冲突中无法奏效，因为双方的立场差异过大。他解释莫斯科不会接受以口头表态和姿态来定义特别军事行动成果，莫斯科要求的是需要通过法律形式固定的具体条件，而非空泛的表述。在梅德韦杰夫看来，基辅的处境同样复杂，任何涉及出让国家领土的让步都会立即被定义为失败。对乌克兰政府而言，这种让步将引发政治危机，因此他们几乎不可能同意这样的妥协。梅德韦杰夫还就特朗普近期美国不打算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的表态做出评论。他认为华盛顿可能在玩文字游戏，但对基辅的军事支持并未取消。正如他所言，美国只会以对自身有利的方式提供援助，既有节制、受管控且无额外风险的方式。这个非常难得，这个梅德韦杰夫可能是今天没喝酒，头脑还比较清醒，说了这些。我们只能说特朗普又一次相信了被普京忽悠了，对吧？又要拖着两人一谈判完之后，又扯极限拉扯又扯几个月，到时候特朗普也受不了了，又开始威胁给战斧导弹或者刺激制裁等等。这个波兰的外交部长希克尔斯基他说乌克兰计划将这场战争再拖3年，这是合理的。他表示欧洲的任务是准备在这段时间或更长时间内支持乌克兰，防止俄罗斯的进攻。他补充说俄罗斯可以深入欧洲发动进攻，因此不做好反击无人机的准备是不负责任的。他也希望特朗普向基辅提供战斧导弹，以加强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你看看现在欧洲越来越明白了，对吧？让乌克兰要耗要拖，这个仗你不能指望着乌克兰说打进俄罗斯，把俄罗斯打崩溃。这个军事能力实力这个也很难。第二呢，也容易升级战争，对吧？很多人就老说
什么拜登啊，抠抠搜搜的，对吧？拜登不支持乌克兰，实际上不是的，对吧？你不能，所以有的时候不能老说这个小学、初中都没上，你就直接上高中，对吧？这么说没意思。你好像你高考考上了，你觉得好像小学都白上了，小学不上你也能考得上，就这意思。没有前面拜登做铺垫，哪有现在的乌克兰？乌克兰早就败了。那拜登为什么不给这个战斧导弹？那还不是战争是逐渐往上升级？你还没打就给战斧导弹，一个乌克兰能消化吗？他有那个能力用。第二个，地包老人他受得了吗？你别把地包老人整毛了，他真是扔那个战术核武器，对吧？这个心理建设一步一步来的嘛。最早给的这是头盔和防弹衣啊，后来才给的什么？给了那个 M177吧，你就是那个是还卡着拖着跑的那个榴弹炮啊，这还不是自动的啊。再后来才给的什么？还是法国挑头给的什么？那个轻型坦克轮式的啊，然后才英国啊，美国才开始给那个挑战者、埃布拉姆斯，对吧？豹式、豹二特，再后来才给的什么？战术导弹、风暴1、斯卡普，这些武器不是一点点升级的吗？对吧？然后你说，哎，拜登不给那武器，你要数据，特朗普到现在1年了，快给了什么武器啊？也没给先进武器，而且还没援助呢。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批评拜登，说拜登不给。今天有媒体记者问这个泽连斯基，对吧？说这个特朗普和拜登这个对乌克兰的支持有什么区别？那个泽连斯基，我觉得泽连斯基真的很成熟啊，回答非常巧妙。他说啊，拜登现在不是总统，支持不了了。那现在总统是特朗普，该特朗普支持。对，你不能人走茶凉，对吧？拜登下台了，你就说拜登不好，拜登不支持战斧导弹，不给我 F16 给了你，现在半年多了，对吧？还得磨合嘛。所以很多事情不要想着一口吃个胖子。你虽然咱们说啊，俄罗斯是很菜，对吧？是这个腐败等等，但是人家毕竟是第2军事强国啊，对吧？乌克兰毕竟比人家小得多啊，能扛成现在，那本身就不容易。拜登啊，他还是担心这个战争升级，对吧？这一点恐怕跟特朗普啊还是有一点点区别。我觉得特朗普如果他真的啊觉得这个普京耍他，没有和平的意愿，或者就是特朗普看不到啊这诺贝尔和平奖了，那他保不齐真的给这个乌克兰战斧导弹。也就是你不要怕特朗普升级，特朗普干嘛不怕战争升级啊？但是拜登是不希望战争升级的，对吧？他希望温水煮青蛙，铁锅炖大鹅，慢慢把俄罗斯耗黄，对吧？得耗的。那么乌克兰人，对吧？你要是乌克兰，你也不愿意，对吧？这么耗，那牺牲的是乌克兰，乌克兰人10年没了，但是时间长了，这乌克兰人就理解了，因为他没有别的路走。所以说，乌克兰的这精英，对吧？从布达诺夫到这个谢尔斯基，到这个前这个总司令啊扎卢日内，他们都认可了，只能跟俄罗斯耗。所以你看，这个波兰的外交部长说了，乌克兰准备再耗3年，这就说明这个乌克兰的精英达成一致了，因为都想速战速决，对吧？谁也都想过太平日子，但是你做不到啊。所以你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俄罗斯拖，那就是最好是加大俄罗斯的损失。那如果有这个战斧导弹的话，那不就更有利于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纵深？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啊，欧盟、北约，包括乌克兰，恐怕都已经认可了要拖垮俄罗斯。最后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国内啊，这个犹如俄罗斯啊，对吧？这个战争消耗太大，男人呢快速减少，男女比例失调，对吧？好像我看前一阵子媒体报道，俄罗斯男女比例已经到了4:6了，这也直接导致这个生育率大跌啊。所以这个俄罗斯国内啊，居然出台措施，要求俄罗斯的男人们要谈恋爱，要泡妞。大家看视频啊，这个就说明俄罗斯确实，对吧？国内已经到什么地步了？这个战争的创伤啊，即便现在停火，它至少影响20年，20年都没办法恢复正常，对吧？这个烙印，这个叫战争什么叫应急综合症，还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俄罗斯这一代人啊都没有办法正常，对吧？你加上人口的这个结构性变化，这个俄罗斯的老黄俄斯特列科夫啊，在这个监狱里面登缝纫机之余啊，也有发表自己的看法啊，继续唱衰俄罗斯。他说啊，肉快吃完了。斯特列科夫谈克里姆林宫战略的失败，他说啊，2年多来我们失去了人员，动员的新兵和志愿者，我们距离胜利比开始还要远，就是这个离胜利是越来越远。斯特列科夫说啊，这结果是 A 钱快用完了， B 肉也快用完了， C 敌人已经学会了如何对抗它。斯特列科夫说啊，这段时间乌克兰变得更加强大，而俄罗斯却变得越来越虚弱。他断言说，你不可能通过占领几百几千被摧毁的房屋来击溃乌克兰人。同时他指出啊，俄罗斯没有能力进行改变或做出放弃，因为必须牺牲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最后啊，这个斯特列科夫他说啊，会有正义之师啊来推翻大帝，也就是他认为这个普京很有可能要被人推翻。他说自上而下更好，也就是最好是普京啊，就是那个夫一娃一金，他们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最好的，但希望渺茫。他说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大帝，就是普京啊
和他的办事员，还有一群这个叫享受主义者，他们会一直开着绞肉机，直到资源耗尽，然后动员，然后崩溃。可以说啊，这个是老黄俄罗斯的这些战争这精英呢，已经发出了悲哀的这种哀嚎啊，也就看不到胜利了，感到绝望。所以这也是泽连斯基见特朗普的时候说的，普京实际上已经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普京跟特朗普总是说啊，对吧？他在军事上占据全面的主动和优势，乌克兰不堪一击，再过1个月2个就会拿下重要的战略目标。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样。然后这个普京又说啊，这乌克兰只会用恐怖袭击的方式轰炸俄罗斯的这个民用设施，也就是他的炼油厂。他认为这个乌克兰叫恐怖袭击。普京的这一番话啊，让特朗普又犯迷糊了。泽连斯基跟特朗普说啊，普京害怕战斧导弹。目前看啊，与其说特朗普是个斡旋者，不如说特朗普是个搅局。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